開始之前想問大家個問題，你覺得太妍最強嘅地方係高音、控制力定係情緒？上一條片我有講過太妍嘅3個聲音能力，如果未睇，可以之後返去睇返。而今日我會講埋另外4個能力，7個能力加埋一齊先至係太妍嘅完整能力。能力4，低音質感。好多人都只注意太妍嘅高音，但佢嘅低音都好聽。低音聽落溫暖，而且好乾淨，唔會渾濁，亦唔會覺得空。不過去到好低嘅位置，聲音可能會空少少。呢個其實好正常，因為太妍最擅長嘅係中高音區。能力5，聲區轉換。太妍由空聲轉過去渾聲，再轉過去頭聲，過渡得非常順。好多時聽眾幾乎聽唔到聲音喺邊度改變，所以整首歌聽落好自然，好連貫。第6個能力，情緒推進。太妍唱歌好識得控制情緒，佢可以用好輕柔嘅聲音開始，然後慢慢推到歌曲高潮。呢種情緒層次會令歌曲更有感染力。有時聲音會帶少少沙感，但係反而會令到情緒更加真實。能力7，音準控制。就算係高難度段落，太妍通常都可以保持好穩定嘅音準，呼吸、共鳴、聲音位置都控制得好好。有時響非常之激烈嘅現場，可能會有細微偏差，但整體嚟講，音準仍然非常可靠。所以太妍嘅唱功唔止係高音，而係低音質感、聲區轉換、情緒推進、音準控制，再加埋上一條片講過嘅3個能力，7個能力加埋一齊，就形成太妍完整嘅唱歌能力。你最鍾意邊一個能力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